你好，我係陳強。好多人話，哎呀，陳強唔夠中立喎。電台節目主持人，尤其呢個係一個個人節目，係要有立場，係要有觀點嘅。如果我要咁中立嘅話，我係一個記者，而唔係一個節目主持人。本節目嘉賓說話內容純屬個人意見，與本台立場無關。其實你齋講廢話，原來冇態度。隱形青年做得好冇事賺，只叫我繼續去做。隱形青年做得差，只會鬧當我廢，當我糞土。其實你齋講廢話，其實你思想老土，其實你只講又懶做，你睇我唔到。電台節目，你睇我唔到。陳強。你好，我係陳強。而家大家聽緊嘅係你睇我唔到。咁就上個星期五嘅時候呢，其實星期四已經開始講呢個題目噶啦，就話星期五我就請咗一位癲青，咁佢就受害者嚟嘅，佢就喺一個叫做被起底嘅行動之中就中咗招，佢就俾人起咗底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有人覺得佢係一個賤人。點解係賤人啊？佢係被指即係嫌疑，佢推咗人哋落樓梯，一個女朋友，導致到個女朋友小產冇咗個 BB。即係我就唔知道法律，但係我咁樣如果真係發生件咁嘅事呢，我大膽啲懷疑呢，呢個係誤殺，咁啊值得呢要坐監，甚至唔知坐幾多10年添。咁但係阿軒，其實呢件事嘅男主角就叫阿軒，係受害者。點解係受害者啊？因為我一路講緊嘅係被起底呢幾個字，即係呢個世界上呢，受害者可以唔係得一個嘅。佢即使有冇拱過人落樓梯，佢俾人起底係受害者，喺俾人起底嘅角度。但係如果真係有人俾人拱落樓梯，另一個都係受害者，咁呢件事入面喺兩回事之中就有兩個受害者啦。我個節目你睇我唔到，由星期四開始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大家可以翻聽。我由第一次講起底，我就係講我反起底，我係唔支持人起底，起底係不道德嘅。我一路都係講緊呢樣嘢。呢個就係喂，如果有人話喂，陳強你好唔中立喎，你係咪中立嘅先？我想話俾你聽，我唔係中立嘅，因為我係完全反起底，我係冇中立。呢樣嘢係同我反對吸煙，我反對吸毒，我反對死刑，我反對等等等等呢啲嘢一樣，我係冇講過自己係中立，我係有立場。原本星期五嗰日呢，就講咗少少嘅啫，諗住星期一嘅時候呢，即係今晚深夜呢，就再講詳細少少就究竟阿軒自己係身為一個受害者，佢自己咁慘，我自己就覺得好同情。如果佢係俾人起咗底，有啲咩苦係受過，有幾咁大嘅壓力，係諗住今晚星期一晚嘅時候會俾佢講到，而佢就因為一個曾經受過咁樣嘅苦痛嘅人，所以佢先上嚟，你睇我唔到，成為咗嘉賓，呢個就係佢上嚟嘅原因。
咁當然啦，而家我哋一路揾唔到嘅俾人推落樓梯嘅女主角冇上到嚟，咁我哋當然聽唔到女主角嘅空間啦。但係仍然係歡迎，如果真係你就係俾人推咗落去樓梯嘅女主角，首先報警，然後歡迎亦都 send 個 email 去 cr2chancurve@gmail.com， 我可以俾你同阿軒一個當面對質也好，點樣都好，可能係唔出街噶，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係可以係收埋噶，收埋喺off mic 做噶。我唔想好似咧個電台咧變咗家事法庭咁，兩個喺度咧，你有做我冇做，你有做我冇做，咁嗰啲啊，我可以係將呢件事去推向係後面做。但係你話喂，咁公唔公平啊？我會請埋其他 DJ 在場，其他咧可信嘅人，可能咧無端端請咗阿余迪偉、阿 Boo 啊、周海光啊，因為車遊花園團體咧，就企喺隔離齋睇，咁啊見證住呢件事，希望有個公平嘅處理。但係我可能係唔 on air 播嘅，所以女事主，如果你就係女事主，深表同情。全香港嘅你哋見到咁多嘅網民，而且亦都包括我，如果有件咁樣嘅事，係完全非常之同情。係覺得一件好遺憾、好大嘅一件好慘嘅事，但係唔好怕行出嚟，因為我好理解你嘅情緒。如果係咁大嘅壓力，你行出嚟就更加難。但係嘗試只係揾一個機會 ，send 一個 email 俾我。如果唔 send 俾我 ，send 俾一個信任嘅人，一封一啲 email 也好，打個電話也好，試下揾人慢慢去幫助你。我覺得正義係會企喺你嗰邊，而且警方你要相信警方嘅能力，你要相信法律係會幫你嘅。咁你就慢慢試下行出嚟。我係完全希望大家也好，我自己亦都係抱住一個惻隱之心去幫助你。希望你能夠信任我，希望你能夠信任警方，希望你能夠信任香港嘅所有想幫你嘅人。表達咗對一個未出現嘅女事主嘅同情同埋支持之後呢，喺即將落嚟呢，我係覺得我要重申一次，因為我好怕我好怕大家誤會咗我嘅一啲嘅觀點，因為我首先可能我做得唔好，我表達得唔夠清晰，咁我不厭其煩，希望大家有啲耐心，我係將我嘅論點講清楚一次。咁就陣間呢，可能呢段時間呢，阿軒嘅出聲機會係比較少嘅。咁希望大家就慢慢靜待，佢會越嚟越講得多。如果今晚聽唔到，唔緊要，聽晚佢都仍然會出現。我呢兩晚都應該咧，星期一、2兩晚呢，都會俾機會佢去發聲嘅。咁唔止佢，亦都有佢身邊嘅親人，包括爸爸媽媽呢，亦都會發表自己嘅一啲感受。咁喺呢度，我除咗要好強烈咁去講出我自己嘅一啲好清晰嘅論點之外，咁喺呢度呢，亦都先道個歉。如果你聽起嚟覺得好辛苦、好唔舒服，覺得我講得好強硬，因為我必須要強硬。如果我唔喺陣間呢幾個論點講得咁強硬，我怕大家係唔能夠得到明白到我究竟想講乜嘢說話。係，而家我首先講第一個論點。第一個論點就係任何人都有私隱權。即使係一個殺人犯，呢個係推去極致嘅，即係一個殺人犯已經被定罪都好，我係唔覺得佢嘅資料係可以外泄，係可以俾人咁樣公開。一個殺人犯亦都未必要俾大家睇佢個樣，佢可能入咗監獄受到懲罰，可能一世都唔能夠出到個監獄。我覺得呢個已經係香港法律俾咗佢嘅懲罰，大家再加落去嘅刑罰就係不必要噶啦。第二個論點就係阿軒有冇推過女仔落樓梯，而且令到一個 BB 仔冇咗一個生命。我想講嘅係有定係冇，因為呢件事係刑事，刑事係一定要正視。即係壓咗少少暈，唔好意思。我想講嘅係有定係冇，咁阿軒就話冇，咁阿軒話冇，咁我覺得有定冇，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去公開咁交代嘅，而且其實呢個亦都唔係我哋自己嘅決定。如果真係有人企出嚟嘅話，係應該法庭去決定呢件事嘅真偽。咁呢，所以我就想講啦。而其實目前為止最大嘅問題，而家最質疑嘅地方就係真係冇人行出嚟承認佢就係
俾人推咗落樓梯嘅女主角，嗰個係女受害者，暫時未有。如果有嘅話，譬如佢攞出一啲可能係啲醫生紙啦，可能係一啲入院嘅記錄啦，可能係等等嘅一啲傷勢嘅圖片啦，或者佢而家嘅傷勢亦都未退走啦，等等嘅嘢，咁樣呢，就有機會可以證實到阿軒就係男事主，而且係有罪。咁但係問題係而家未有呢個女仔出現過，喺我哋嘅理解嘅情況之下，未有任何人出嚟咁樣去指證，即係亦都冇定罪。根據香港法律，而且亦都係大家嘅心，一個善良嘅心嘅諗法就係，既然冇人被證實係有罪，調過嚟講就係暫時所有人都係無罪，都係無辜嘅。